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第2018動台客家嘅表演藝術內咧，真正當到非常精彩、神奇嘅內容啊！喺今日節目當中 ，Rita 會同大家分享一隻劇團，佢喺台灣青港，今年係18年了吼，18歲了哦。那18歲呢，18年行來啊，實在冇簡單，佢都當用斧頭青少年，本佢哋有藝文展演嘅機會，有舞台來作為佢哋嘅目標，韓國陪伴青島嘅咧後生人、青少年，本佢哋再一次青春自家嘅自信哦，也是係青兒們、青藝們哦，佢哋有最新嘅作品咧。風箏少年應該講芷瑤兒少年，風箏就是芷瑤兒嘛，哈！你出戲呢，地圖要當到聲音感動，每本人看嘅新聞都會有唔限得嘅內容哦。你以下先來分享，今半日來到節目當中嘅3位來賓，首先來分享咧青兒們嘅頭人嘅你嘅盟主啊，來分享浩偉。大家好，我是余浩偉，今年36歲，摩羯座 A 型，單身，謝謝。我有，很介紹，你成為真心朋友哈。接下來，你來分享了東後生東電影社嘅編劇義軍。大家好，我是青藝盟的團員義軍。接下來分享了係你嘅客家字體哦，咪係東後生東如翠花，你來分享佢。大家好，我係鍾港雄，我係青藝盟嘅製作助理，我係來自屏東崇之。哇，分享3位，哎呀，類似屏東崇之嘅客家字體哦。除了是這個劇團的製作助理以外，哈，還係也都大家看到也都設計，全部係你做嘅係啊？哦，估算呢，導演。他真的很多功能哎哈，對啊，又是擔任這一次《風箏少年》的演員，又是製作助理，要做很多的事務，後來又做設計，哈，估計呢團裡的每一位成員都是多才多藝啊，就是做劇團真的是一個人要當好幾個人用，對，像義軍除了寫劇本，也要幫忙排戲，然後當導演助理，然後有些時候也要做行政工作。那你只要當導演就好了呀。我做的事情可多了，我還要煮飯，我要開車，我要打掃。鼓勵他了哈，就是大家非常的緊密，要完成一件事情呢。像你的安尼樂團哦，係因為乜嘅機會，像人嘅一個講項哦。你因為乜嘅機會又會落到安尼嘅團體度，加入你們的這個盟邦裡面。我們是正常的組織，我們是立案的劇團，不是什麼幫派。抱歉。對。我係高中嘅時節有參加嘅戲劇社，有參加戲劇社，有來也我哋青藝盟嘅花樣戲劇節做演出這樣子，然後後來來上台後休學，對，然後我休學之後，那個浩哥他就問我說，願不願意來劇團這邊上班這樣子，然後因為那個時候也是因為就是很喜歡花樣，然後就蠻希望也可以希望說帶着自己可能學到一點東西，然後回來這裡幫助其他的人，或者是來這裡貢獻自己的一點心力這樣子，然後所以就有回來，然後帶到現在。哦，一次都壓下去抽哎。哇，剛剛講到這個花樣戲劇節啊，也係全國性的，讓所有的想要演戲的年輕人都可以來報名嗎？它是一個怎麼樣的機制呢？我們花樣它其實就是一個每一年都會辦，然後呢，只要開始報名的話，全國各地你要高中職的戲劇社報名來參加，只要報名參加，我們就會提供長達半年免費而且專業的劇場課程。對，然後4月的時候，每一年4月我們會辦一個初選，那因為一年它大概會有40-50個高中戲劇社來參加，我們會從初選裡面選出大概將近20個團隊，7月的時候在全台灣巡迴演出，每一個學校會做一部舞台劇，每一部舞台劇都是1個小時以上的作品，都是這些高中生他們自編自導自演，然後自己擔任燈光、音效、舞台、服裝、化妝、行政，所有工作都是他們獨立完成。這樣。哇，這很扎實哎。對。所以你們提供這個半年的這個訓練啊，就是你們到學校，對不對？我們會把，比如說同一個區域的小孩子集中在劇場裡面，比如說南部以前會有高雄跟屏東的學校，他們報名參加，我們可能比如說都一起在高雄上課，這樣。中部的話可能就一起在台中或者一起在員林上課，北部的話就一起在淡水這樣子。
哇，古说安尼，给口场哈吸引了非常多的后生人哦，太敢向阿来参加。义军，你今年才双10年华，真的是很花样年华哦。但是从17岁就开始编剧了。对，好，那怎么样的机缘也会真的加入这个剧团，就成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员呢？就是很感谢，就是在17岁的时候就是开始写剧本，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表演，然后我也不太会跟人家相处的人，所以就是可是可以透过这个才华，然后一起来这边跟大家工作，然后顺便交一些朋友，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书写创作其实也是一种抒发，对，把里面的声音可能说不出来，用下给下出来，那一种东方风神。那导演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机缘成立青艺盟，而且一走就是18年？我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被学校退学，然后我被又没呢？怎么了？还好吧？对，就还好啊，就是也许就是人都有，可能大人会觉得说可能会哈哈叛逆，但是也许我们的年轻人的观点可能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体制或这个方式，我可能无法接受或适应，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立场。对啊，我国中就真的很叛逆很坏，然后高中也是念到被退学。我那时候被退学之后，然后我戏剧课的老师成立一个剧团，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过去。因为我爸他其实小时候他管我很严，打我也很凶。哦，对，我以前在念书就是早上在学校被打，被老师打，晚上回家被爸爸打。所以我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就想说，哦，我不想要就是再待在家里面，我要去台北念书。然后那时候想说，去读华冈艺校好了，因为去读华冈艺校可以当明星啊。然后我一进去之后，老师说，长这样，不然去做灯光好了。这样，然后可是其实很多做灯光的都很帅，对，但是我是说我对，然后后来就是被退学之后，我爸很生气啊，因为他觉得说，怎么会你自己想要念的事情让你去念，花那么多钱，然后你还可以念到被退学，然后呢，他觉得说我们家没有这种小孩子，就是没有连高中都没念完，所以他叫我不要回家。然后我那时候在台北流浪，然后那个叫我去做灯光的老师就打电话给我，对，然后我就进他剧团工作，然后一开始做也只是觉得说好玩，有一个地方可以待嘛，大家年纪又差不多，很有趣。可是越做之后会发现，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会真的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中间我老师他剧团其实经营大概4、5年之后就结束了。那时候他要收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大概会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个。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比如说我自己去成立剧团，我们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交棒给我做。然后他说好，所以我就一直做下来。哇，要给你掌声鼓励，因为代表你也是很有勇气跟魄力，因为要承接一个棒子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觉得以前都是没得选择啊，对吧？因为我包括比如说我念书被退学，然后我当完兵要做剧团，我爸都很反对。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我就想要做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剧团结束之后，我就想说，我如果就这样结束了，好像对啊，跟我爸那边我也觉得说，好像真的会被他觉得被他料中，就说你看你做这就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就后来就这样就要证明自己哈。最一开始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听导演分享的时候，会让我想起，我自己也是有经历过，想要做的事情，到最后我现在真的可以坚持哦。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拉扯的过程，可能我们7年级，那再到8年级，其实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问题，但其实我们内心的那个矛盾，扣内还差不多给哈。但如何冲出自己一条路，是不是因为这样让导演更想要帮助跟成全很多的青少年，他们可以走他们梦想的路？因为我其实是在做，比如说青艺盟做花样戏剧节这个过程里面，去一开始当然会觉得说啊，我要证明给我爸看，或者我要证明给其他人看，我以前可能没什么出息，可是我可以好好做一件事情。可是做到后面你会发现，艺术这件事情，它真的可以带给青少年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接触艺术，大家觉得创意啊、美学啊，可是其实，在舞台底下，因为戏剧它是一个团结合作的艺术，每一个人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人身上去学习负责任、学习体谅、学习包容、学习用更多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别人。对，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很多体制教育里面比较少有机会可以让学生去体验到的。
对啊，那特别是比如说在台湾的教育里面，所以做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从以前一开始觉得说我要证明，到后面发现，这件事情它真的是可以带给很多青少年很多很好的帮助的，所以才这样做下来。哇，所以你们在做的就是说不只是一个表演跟艺术听听呢，其实很多，我想刚刚听导演这样分享，很多着重在教育的部分。可是人第按那个规个排练哦，好像义军刚刚分享说，可能原本比较内敛跟害羞，不是很善于主动跟人建立关系。不过透过几个下走、冲走，甚至在排戏的过程，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人的个性、他的内心，甚至所谓的人性？我觉得那时候更能够剖析自己。好，也讲了解讲，其实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啊。好，各位安内，你去做的比较勇敢一点点。好，所以我想导演他能够成为这个校长、哈盟主、哈还有这个长工，好意思就是个能够懂得哈，做得愿意安内同大家共下来完成佢想象嘅美好嘅夢想嗬，還個成全按道嘅後生人嗬，超有嘅故事嗬。等下正來同大家來分享他們最新的製作《風箏少年》嗬，同大家來分享呢度嘅故事非常嘅嚇人哦，也請大家閒聊一下。所有朋友真的福氣來嚟，今半夜愛同大家介紹自由嘅少年風箏少年啊，也出最新嘅製作係來自青藝門哦。今日三位來賓喺節目當中有導演、有編劇、有倆美術嘅設計哦哈，所以今日嘅內容非常的精彩。再次來分享三位來賓，三位好，大家好。嘿，講到哈最新嘅作品就是《風箏少年》哦。這個風箏就覺得它要飛得高高的，但是它也需要有一條線去拉哈。同大家分享，幾多時有冇有按你《風箏少年》的計劃的想法？它其實是兩個階段，因為我做青藝盟大概做到第14年的時候，我就在想說，藝術可以改變我，因為老師他真的他把我帶進來，影響我蠻多的。对啊，然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艺术去影响曾经跟我很像的这些小孩？所以我们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带着很多的艺术家，然后进到安置机构里面去，台湾的安置机构，去跟里面的这些小孩子，然后上课、陪伴、互动，甚至我们还有带他们去环岛100天。哇！然后这100天里面，就是带着我们跟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作品，然后到全台湾的安置机构里面去巡回演出，给同样跟他们相同背景的小孩子看。对，然后后来从2014年就这样开始一直做。那做到大概前1、2年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在做艺术陪伴这件事情，可以陪着他们，比如说去面对可能他以前心里面或者是人生发生的那些伤痛，可是对于他们的未来而言，可能能着力的点比较少。所以去年开始我在想，艺术除了陪伴之外，我们也希望它可以变成是能够有培力的功能。就是说，让他们比如说对戏剧产生兴趣，然后呢，愿意去学习这里面的专业技术，然后把兴趣变成谋生管道。未来比如说他们在选择人生的出路的时候，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哇，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艺术治疗的一部分哦。我不敢这样讲，疗愈他们的心理，那培养他们有能力能够独当一面，去按那妹。对。那所以就有了《风箏少年》这个计划。对。哦，这个创作演出，那所以今年是一个首演吗？对，今年首演。哇，T100演出。对。好，那我想这个编剧很年轻，这个只有20岁，所以您曾经当这个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风筝吗？找不到路的风筝吗？我比较幸运，我没有，因为就是从小就是虽然是单亲家庭，但还是就是妈妈一直在身边，所以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没有导演的帮忙，就是会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些人在过什么生活，这样。所以当时在写作的时候，他的故事的架构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一个剧情很有剧情。就是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发生在一个机构里面，然后有一群小孩子就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这边，然后在里面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们会有很多被限制的地方，比如说不能玩手机啊，然后不能跟朋友见面或者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家园里面的
主管也会对他们有很多的控制，所以就是很不开心。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想要说的东西就是他们也是没有选择才会来到这里，对，大家都是不愿意，然后也都很想要逃出去。但是其实在这个戏里面会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那逃出去之后我们可以去哪里？就是家如果不在了，我们可以去哪里呢？这样。所以这个机构是被安置的青少年기대게북항，算是他们一个有意向的家啦哈，也是一个暂时心灵的归属。不过董卿青艺盟给的周哎哈，到底孩子他将来能够独立之后，给周的周嘛给，好也是在这一出戏里面所要传达的，对不对？所以当初取风筝这2个字，我觉得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吧。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可能还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自己人生定位的小孩子，他其实就很像风筝啊，在天空里面飘来飘去，可能不知道去哪里，有点随波逐流。对啊，可是总会需要有人去拉一拉他们身上的线，带他们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样子，对啊，所以当初会不管是风筝计划去安置机构，还是比如说这一个创作演出要叫风筝少年，其实这个意念是在这边，对啊，然后透过这出戏里面，比如我跟义军。其实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想要在这个戏里面去，我自己啦，想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会讲，比如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可恨的人他有没有值得我们怜悯的地方？对，所以其实蛮多的思考哎。对啊，像你们这样在做的时候，应该会有蛮多的回馈吧？你说到很多的不同的机构去演出，甚至很多的高中生来参与，他们要制作嘛，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应该从他们本身的生命当中会抽取很多的养分。歌手给他下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很贴近的，贴近他们自己，其实也可能是很贴近我们所有的观众的哈。各位，他们会不会有跟你们有很多的交流跟分享？会啊，其实像这部戏的这个剧本，义军他主要写嘛。那可是比如说是我跟他分享很多，比如说我们去机构教小孩的经验，比如说像我也会带他跟我一起去教课，对啊，所以其实这些机构小朋友他们的故事，很多人听到都会觉得天哪，怎么那么不可思议？比如说我们在里面有遇到一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会来住这边呢？其实安置机构大概有2种原因会去住，一个就是比如说法院把他判决过来的。所以他可能比如说犯了一些错，然后法官觉得说 OK， 我不要直接让你进到感化院，我再给你一个机会脱离原本的环境。然后再第2个就是比如说社会局带来的，就是那种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比如说家庭怎么样，社会局介入紧急安置，对啊，把你带来机构里面。所以安置机构大部分是这2个原因来的。然后我们在里面遇到一个孩子，他就社会局带来的，他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玩火，不小心把家里给烧了。但是他的妈妈在里面，所以妈妈就被烧死了。细太嘞。对，然后他爸爸很难过啊，然后因为是自己的小孩子做这件事情，对啊，那他爸就觉得他爸也很难过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跟这孩子相处，所以就把他送到机构里面去。对啊，那个小孩子其实在机构里面他话没有很多，然后他也不太跟别人互动。我们上戏剧课的时候，他其实不喜欢参加，但是我们在上绘画课的时候，他是很愿意，或者是他也可以透过画画这件事情，把他的心情分享在图片上面，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在机构里面有很多很难想象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天哪，好扯。我们的演员看到剧本的时候，啊，真的有这种故事吗？或者是比如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爸爸妈妈？怎么妈妈为了出门上班工作，然后叫小孩子不要吵，然后给他打海洛因的，这种都有，很多很多很多。鼓手这个风筝少年这一个制作，就是从很多的个案里面，真实的个案里面，然后有一点点改编，对，但是其实的确会真紧的事情就出来，哇，所以看了就觉得，我听了还吃到懂潘的啦，不过就会真紧有按那个事情了。那我觉得透过戏剧的手法，它更有张力，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触动，可能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哦，你的黑暗呢？哦，甚至是可能有人看到哈，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开始改变？我觉得真的是有这样的力量哦。所以像很多青艺盟的成员，就会给同时不论是参加花样的戏剧节，或是后来结束，大家一进来就一直待着不走了，这样子。也是有人会跑啊。
对，因为做剧团真的很辛苦啦，所以当然大家会愿意回来，我觉得这个对剧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像比如说，我之前讲心态一直在转变，以前做为了证明自己，然后再来做可能比如说觉得戏剧有很多值得分享给青少年的，因为青少年好，这个国家未来其实就会很不一样。然后可是比如说到这1、2年，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把愿意留在剧团的大家照顾好。以前很浪漫啊，就觉得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很棒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做？一起来。对啊，就只有棒也不知道棒在哪里。因为现实层面还是有辛苦的地方哈，就是说你要有经费，要有经费，要有人力，韩国呢当然你做的事情你要希望有一些成效，好可以鼓励你们，让你们更有信心去往前走哈。不过很多人啊，相信都在坚持18年哈，还冇简单了。像在角色的甄选上，很多里面的团员也是台上的演员，对。但是你们的甄选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吧？非常对，非常公平，很严格，公开。严格就是不会啊，我们其实甄选的氛围其实很轻松的，但是我们在私底下，当我们自己在评选的时候，会比较多的争辩这样子。对。那这一次那个根想就有来参加演出没哈？好，他也有甄选啊。也是接受甄选，不会因为自己是这个制作助理，也会设计就有放水啊？没有，很辛苦哦。可不可以剧透一下你在里面的角色？很有，是属于怎么样的角色？我是一个机构的辅导员，对，就是机构里面他们会有一般的小孩嘛，然后会有辅导员跟所谓的辅导组长，然后负责来管他们的生活起居，对，这样子。但是我的角色比较有点像是他没什么目标，他来这里就只是为了领薪水，就是他不会去说我希望可以把这些小孩带得多好，或者是我应该在这里做到一些什么事情。他来这里就只是觉得说这里这一份工作，我可能1个月可以领个2万块、3万块这样子。对，所以他没有什么很崇高的理想。听起来这样子会很难吗？我觉得他讲这句好像会得罪很多人。是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这样介绍。可是这个是一定要人物角色给设定，对不对？那其实，在每个 audition 的时候、甄选的时候，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做定这个角色的特质哦。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考他们后来哈，因为表现出一个角色的性格，讲法用会讲哈，台步要怎么走，身段要怎么样哈。等下聊一下呢，继续转到节目当中，你来看戏了。大家转到复习来嘞，只要少年、风筝少年这出最新的制作，还有强意们记得来制作的哦。家下讲到要做演员，要做在上台来做戏，其实还要透过甄选哈，大家使出浑身解数还冇简单的哈。今日来到节目当中3位来宾，虽然他们的职务不同，但是他们也都是使出浑身解数，第舞台当中，第舞台底下发光发热啊哈。然后亚斌啊就会强调一下感想哈，你去家的甄选的时间，头前他们讲说啊，我就是这个没目标去领钱，安尼听听，谈起来当中真简单，不过对你来讲安尼。要做安尼准备去甄选的时间，你知道这个一定要挑战嘛？给吗？其实我们甄选是说，先甄选演员，然后后面导演再决定说你去演哪一个角色。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甄选之前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甄哪一个角色，或者是可能不会知道剧本长怎样子这样子。那你怎么去甄选？你有没有甄选？你有没有表现你这个，让他喜欢你？应该说我们甄选，甄选主要分2个比较大的部分，一个是身体，就是看你的可能肢体、你的操作的方式啊，或者是你的可能灵活度之类的。然后第2 part 的话，就是可能是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对词，然后看台词抛接之间的流畅度，或者是说你怎么去在很短的时间，就是你拿到这一份台词，你要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想说我可能要怎么表现这个情绪，或者是怎么把它演出来这样子。就连在读本的时候都要有戏感去抽回来哈。哎呦，安尼讲起来，其实安尼就可以看得出能不能栽培，有没有潜力，可不可以在舞台上演出安尼。
好，第一的周亚制作的时间，哈卡电视台没有我们的这个女神哦，那个对不对？是吴亦荣小姐哈，因为我们也没有去你的去拍摄，然后甚至她真的就参加你们的甄选，也选上了。对。哦，所以她也会参与这个《风筝少年》的演出对，我确认很多次。哇，你非常希望她来演，黑吗？因为第一个是他们那个时候节目来拍的时候，我有先问制作单位他们说，我说今天这是拍节目效果，还是说真的？如果他选上之后，亦荣是真的可以演这样子？他们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说真的好。然后那天亦荣进来表现的时候，哇，我全部人都吓到了。你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不是，美貌兼具实力啊，对吗？是他表演，我真的觉得他表演很好看。第一个是他的身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身体的一些训练跟练习的时候，他其实身体的表现就很出色。再来就是他在独白的准备，因为我们每个演员你要来甄选，你要自己准备一段台词，你可以自由准备。哇，他那个台词讲不超过3分钟，可是那个情绪张力很强，讲到后面他自己对啊，就3分钟讲一讲，哇，就一直哭这样子，对啊。那当然重点不是因为哭，而是说你看得出来，比如说他情绪的运用跟控制很好。像我们已经开始排戏了嘛，我们上一次排亦荣的一段戏，也是大概5分钟左右，对啊，演到后面他其实他只是第一次排而已，对啊，他也一直哭，对，我就不知道他压力是有多大。开玩笑，感情很丰富，就是有入戏出抽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事情是他很敬业，对，不能说敬业，就是说他很认真，对啊，因为像我们都会觉得说，他是主播啊，其实，在剧团里面就哇，主播这样子。可是，在排练的时候，比如说他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在地上爬、地上滚啊，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跟亦荣一起工作，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事情的。周嘛给就穷嘛给，做什么像什么。对。哇，就是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也非常期待啊，里面的演员每一个都很投入，很专业。很敬业哈，去表现出来本太敢看得到，真给你入到戏里面了。所以甚至演员之间应该会彼此帮补吧。比如说我这个角色要进入的时候，我跟你要一起互相对戏，对，好，那就帮助你入戏，你也帮助我入戏，对，会需要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对戏的时候，你很投入，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只是在像读稿机一样讲台词，你也会没感觉嘛。就好像其实就在生活一样啊。比如说我跟你说话，你可能都不理我，讲，我可能也觉得跟你没有沟通。对啊，演戏也是这样。对。哦，古时候呢您讲到底用还对戏到底读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来表现一下哈。现在你知道吗？这个吴亦荣女神啊，她给戏剧底度哈，做给老公的就是我们的根祥。你真的爱有福气哈。没有，他们在戏里面连碰都连牵手都没有，对。是无缘的夫妻就对了。对，有名无实的夫妻啊，对哦，好，都是剧情很用太甲这甲落去看，你就会敌这个细节是什么？可是我们真的要展现给大家看，我们来读个本好不好？就说都在跟他偷眼供给我们，如何帮助彼此入戏？我这个不是《风筝少年》的剧本，这是我们演员甄选的时候的台词啊。演员甄选的台词，我怕人家以为《风筝少年》在演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剧透，我们没有《风筝少年》，太甲这甲买票进到剧场里面去看，你才会知道哈。这个只是我们示范给大家看哈。好，海秋问稿。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现在是直接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开始敬业哦。好看吗？好看吗？好看。我觉得这个电影超赞的，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爱死它了，简直就等不及续集了。虽然啦，布莱德比特的客串真的是一个亮点，但是啊，我觉得其他 B 咖演员也表现得很棒，让我好惊艳。毫无人场，剧情紧凑，演员又优秀，这部电影真的就是神作，是经典。哈，我虽然给黑动漫做个台片呢，可是我觉得剧情很无聊我在开头都可以猜到它结尾了，太无聊了。你有没有按你讲的？对那种什么没完没了的爆破的特效啊，然后就觉得说，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华丽很 fancy，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看习惯，所以我觉得很厌倦。而且导演看起来根本就是想炫耀他们就好像很多钱高成本嘛，所以我觉得我真的
非常不爱这一类型的电影。我觉得精华的部分都已经在预告片了，所以你不用浪费时间跟钱去电影院看，我们以后就看预告就好了嘛，不要看这一种了，好不好？我觉得你很扫兴干嘛？我们难得有机会出来约会，就看个电影而已，搞得好像我逼你去做什么痛苦的事情一样。就是看别的就好啦。如果你不喜欢跟我出来的话，其实以后可以不用再陪我了。啊？像你们这种整天钻研知识的人，就是看不起我们这种无名小卒了。你知道吗？我跟你在一起，我压力真的很大，我好累，我很疲倦。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你干嘛讲成这样？有那么严重吗？看个电影而已哎。你不要再装了。你到底想怎样？你跟杰西卡那个女人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看夜景是吧？我的好朋友，女生一起泡温泉怎么样？尼克夏是不是？一起去爬山是吧？很健康啊，日本料理嘛，很好吃。家庭计划嘛，小鹿斑比嘛，夹娃娃啊，约吗？那你下次一起来安内州对吗？爱姨良是嘛，九尾妖狐嘛，老鼠爱到。不要这样子，真的是够了。下一次我们出去，你一起来，这样就好了，好吗？好吗？可以吗？我不想讲了，那我要走喽，拜拜。好，我们结束了。真的好像要吵架的感觉。如果是我真的说好，不要再讲了，我要走了。OK， 拜拜，我就走了。哦，你这么狠哦？因为太不理智啦，或者是好，你先不要，不要什么星座的？好。鼓手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对戏就按呢哈。我们刚刚真的没有在吵架，可是古里真的有点很想跟他吵了哈。我们下戏以后再吵，就因为按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读本的时候，就是彼此可以这样玩一下啊。那其实当然要跟大家说哈，大家觉得说非常有意思，一定要来看这个《风筝少年》里面的故事，就是包含这一本书。老师，我可以叫你一声爸爸吗？这是浩伟带着孩子刚刚说环岛100天的故事在这里，在这里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个案。有，然后特别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主要带4个孩子，所以主要是这4个小孩子，他们其实在环岛这100天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转变。特别的事情是，比如说我们这些大人的想法的改变。对，所以放到这个《风筝少年》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露出跟呈现。对啊。好，马上节目清迷呢，我们就请导演跟大家说，我们要如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然后如何买票去看《风筝少年》。《风筝少年》的演出是11月15号到11月18号，在台北的水源剧场。然后大家如果要购票的话，可以上两厅院购票系统，或者是来青艺盟的粉丝页，然后来跟我们讯息，这样都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在青艺盟的脸书粉丝专页有请大家记得嘅做过嘅戏，韩国记得懂得做嘅事物，你要按个赞来 follow 记得哦。今日节目真然懂精彩哈，大家一定要去看《风筝少年》。透过按哪个戏，其实我们可以更贴近青少年的心。我们身为父母我也想用来做的哈那都给心思来成全孩子们。那身为青少年，也许也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内心的声音啦哈。再一次推荐文泰家，也感谢3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祝福青艺盟，祝福每一位孩子跟老师们都可以展翅高飞。安之 C， 演出顺利，演出顺利。好，今日非常歡喜同大家嚟分享，咪希望大家收看咯，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面線上嚟做運動，講嚟了，拜拜。